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行政院核定总经费3521亿外的高铁统宜兰方案，拍算伫咧2037年的时阵来通车。就小党指出讲，这款评内面白纸黑字已经写讲高铁袂当完全解决国道5号塞车的问题，伊也质疑讲政府开遐尼侪钱，敢真正有效益呢？那行政院表示讲，按照法规会公开相关资料，互民众了解计划的内容。高铁统宜兰案是台湾重大的交通建设，行政院伫7月23核定通过，总经费是3521.75亿，拍算伫2037年通车。前行政院政委张景心就指出，像官方公布的经济1本比才1.1，就代表投入1块才产生1.1块的效益，实在无啥及格。伊认为建设应当会当创造更较大的公共利益再来做。人口产业有增加无，产值有增加无，等等之类的，爱做这个评估啦。这评估一个数字的叫做 BC ratio， 就亿本比。这亿本比啊，这个计划伊目前评估出来是1.1。1.1的意思是讲，这个计划是及格边缘尔啦，吼。及格边缘，伫我过去的经验内底就是不及格啦。有小党就指出，款评内底白纸黑字写讲，高铁袂当完全解决国道5号塞车的问题。宜兰人嘛认为高铁对市区塞车无帮助。小党质疑政府开遮侪钱，敢真正有效益？嘛认为计划的相关经费、交通效益，抑个规划天数拢有记录。我花了3521亿，平日的车只有少了3.1%，假日少6.8%，也就是说100台车里面只有7台的减少的那个数量而已。连假我们都塞了30几个小时的国5，盖完高铁之后一样是这样子塞。技术监察院伫今年5月有针对高铁统宜兰案公布调查报告，指出这项计划完全无做独立可行性研究，相当批评高铁案相关工课无做完整，因要求行政院爱公开核定含计划基程，抑个经费等等，把计划核定的内容讲好清楚。行政院这边会依照规定，请交通部跟铁道局依照我们的文书作为规定如果应该要说明的就好好说明那应该要让各位民众清楚的资料我们也会公开出来。行政院是回应讲会按照法规来公开资料，嘛要求相关部会赶紧说明，让民众更加了解计划的详细内容。记者综合报道。